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空军 F-16V 战机失事，飞官弹药敢若找到一部分身体组织，检方即马是判断伊可能是大出血休克死亡才会失事，已经开死亡证明给家属。若早暗嘛传出有找到乌鸦仔，即马要交予专业单位来鉴定，了解失事的原因。 搜索人员连续几日间一直找17暗找到空军4联队编号605的 F-16V 战机的乌鸦。空军司令部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委员会，将乌鸦送到专业的单位鉴定，查清楚失事的原因。在7夜团工找到飞官的军衫、防护衫、甲头，检方综合这军所找到的组织掩化，但亦因为严重的外伤大量出血，组织器官严重灌流无够而死亡，已经开死亡证明书。 综合日前所寻获的一些检体以及 DNA 鉴定报告，认定陈姓飞官死因为 F-16V 战斗机事故。失事原因也未查出来，不过团讲飞机伫咧出代志前一天，被发现机舱内面敢若是有链氨丁有毒的气体漏，警示灯有倒。不过空军澄清讲，前一天巡检确实有灯号伫咧试，不过倒的是紧急动力机的灯号。 经过正常天数检查，认为是误信号。它是需要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喷射动力的，所以才采取联氨这样的一个气体。OK， 严格讲，它在一般我们做法是液体啦。OK 啊，那在燃烧的时候，它产生大量废气，然后去喷射这样。物理老师讲，联氨这种气体是无色，也不过正毒。 伊的特性是容易燃烧、容易爆炸，常常摕来做需要高动力的火箭甲连做为整的燃料。不过军事专家认为，飞官无可能是吸到联氨分气。光从无线电或是说照片来、影片来判断，说飞机内部有什么故障灯亮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是太过于妄断。军事专家讲，飞行员伫咧驶飞机时阵有诚侪状况爱排除，驾驶舱内面的控制面板灯号诚侪，若是无伫咧现场，诚歹知影是倒一个灯号警示。虽然飞机摔咧海时阵有航空迷看到，不过只是看到外观，毋是内面，所以也是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讲会准。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疫情，桃园的疫情有探到新竹的趋势。上新的消息，这是新竹市某一间国校传出有学生囡仔确诊，所以学校赶紧通知学生，今仔日唔通去学校，要提早休寒。学校伫今仔日卖全面做大消毒，相关的疫情调查已经正在进行。新竹市政府伫今仔日卖对外说明，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7个本土病例，佮有48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本土病例内底有14例，拢甲西体牛排馆有关系。 另外，疫情指挥中心马上报讲，从今仔日开始，被放令入境咱台湾的采检分流。20岁至49岁的确诊者验出阳性，若是病情较轻的，未送病院，会送去加强版的防疫旅馆，也是集中检疫所。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扩大，17八日新增加17个确诊的病例，创下今年以来过一天确诊上济纪录。新增加的个案是以桃园西体餐厅群聚为主，拢总11个人，包括一个西体员工，10个来食饭的人客，其中1月初9有一家伙仔5个人来用餐，目前老母甲3个囡仔拢确诊，老爸采检是阴性。另外，进前嘛有一口罩7个人去餐厅食饭，老母甲阿嬷去病院照顾2个确诊的囡仔，即摆嘛拢互验出阳性确诊。指挥中心讲，从这波桃园机场的疫情发生以来，拢总有15个18岁以下囡仔确诊，发病主要的7种症状拢像感冒同款。15位当中有5位，就是1/3是没有症状的哈，有6位有发烧哈，那另外有3位是有流鼻水哈。那另外3位有呕吐，这个症状有可能一个人会有好几种，所以都会重复的计算。一般常见小朋友感冒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有在我们这次有发现到哈。为西体餐厅传出来确诊个案，目前有3个人，包括一个人保的员工，一个世经科技厂的员工，甲明星科技大学的一个查某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也有3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个是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护理师的查甫朋友，伊是居家隔离的期间转阳性确诊。另外一个是因为车祸去予医生看采检才确诊，感染源也不明。佫有一个是阿东病院护理师，伊并不是伫咧专职病房，感染源嘛也会调查。亚东医院的护理师，相关他周边的人跟他亲密的接触，跟他病房相关的人，检验都是阴性。
那现在我们要做基因的定序看看它的来源是在哪里。但是中表示，西体餐厅内部的感染，目前累计已经有27个人，也若另外传出去确诊的嘛有8个人。若是以病毒2天内的传播力来看，可能还佫有还未发现的，大家都要看密切的。我虽然不希望有了，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了。那但是因为这微包蛋是能够是包在疾检所，就换句话说已经被匡列了，那当然就会安心很多。但是如果是没有被匡列的，还有在阳性的，那当然就要继续的疫调匡列。为10个拜二开始，指挥中心嘛放定落地采检轻症分流的条件，为原本20至39岁，改做是20岁至49岁，无急性的状态，就会优先收伫加强版的防疫旅馆，或者是集中检疫所。但是中表示，目前病毒看起来潜伏期较短，会持续观察世界各国的情形，未来可能会缩短检疫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通远的西体牛排馆昨昏个新增加14例，其中有6例是伫居家隔离的时候验出阳性，另外有8例是扩大采检的时候验出来的。通市长郑文灿即马是呼吁讲，伫1月7至1月12，要去这间牛排馆食饭交馆的民众，都要赶紧出来做体检。桃园西体规定小话阁摊开，17新增加14例，西体团埔连相关确诊个案，目前确诊人数已经33人。这总共现在是33位。那1月7号是有6个顾客，那1月9号有15个顾客，他们都有衍生出这个家庭或职场，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继续匡列隔离。员工有4位，不过员工也有衍生他的同学。跟学校。郑文灿表示，14个确诊个案内底有6个人是居家隔离期间第2遍采检阳性，另外8个人是西体人客酷烈确诊。规个小话案件以1月7号去用餐的确诊数上济。感染是在7号感染以后，那这个段的这个潜伏期可能到9号，人的传染还是环境的传染，目前应该都有可能。这是西体员工新增加1个人确诊，另外有4组确诊人客，其中2组是家庭餐会，一组人客是一家伙5个人，妈妈甲3个囡仔确诊，3个囡仔是1岁、8岁、4岁，所读的学校拢已经预防性停课。爸爸采验是阴性，居家隔离当中。另外一组是一家伙6个人，2个人确诊，也佫有机车行员工的买鸡，也甲朋友做伙食饭的。第4组客人他也是6个人去，他也是货车的司机经过匡列采检确诊，同住家人都要匡列居隔。那职场要进行调查，亲密接触的也必须要匡列居隔。但是进前确诊的2个人保员工是爱人1月7日去西体用餐，经过卫生局疫调了后，发现2个人伫滨江区的人保电子厂上班，捌伫1月7日登去进行科大考试，不过时间无偌久，对社区的威胁较小。林文灿再次呼吁，7至12有去西体用餐，也是讲捌行大过，有镜头民众赶紧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昨昏嘛新增加2个甲护理师有关系案例，一个是阿东病院的护理师，不过伊毋是负责专职病房。阿东病院即马5000人拢爱体检。另外一个是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确诊护理师的男朋友，伊嘛去画着，目前已经有17个接触者。台北市立联合病院陆续有3个护理师确诊，即马新北原来有1个护理师确诊，是一个30多岁阿东病院女护理师，毋是负责专职病房照顾。伊11注第3期疫苗，12采检阴性，15因为身体无拄好，搁验阳性确诊。专案科列亲人等接触的79个人，采验全部阴性。除了79个人会搁进行第2遍检验。阿东病院原来对全院包括清洁人员等5000多人员全部检验。目前他照顾的这些所有的病患验起来 PCR 都是阴，不过呢，亚东医院会把他以往在照顾的14天内的所有的病患再扩大去采检。因为这个护理师7日要去板桥大湾壁的海底捞板桥店用餐，新北市政府发出93封简讯，提醒迄个时阵甲确诊者同时间用餐的民众最好自主健康管理。海底捞板桥店休2天清洁消毒，也要求员工进行快筛。那我们的海底捞跟公司有收到消息之后，那卫生局是有要求海底捞就是当晚就要立即停止营业，要求就是那一天有上班的海底捞的同事，我要去进行 PCR。
新北市17新增加2例确诊个案，除了这个护理师以外，也有一个是土城30多岁男性，都是台北市联谊仁爱园区确诊护理师的男朋友，已经做过2剂疫苗。12因为女朋友确诊，互人可怜，采检阴性，居家隔离。15身体无拄好，采检阳性，已经可怜17个人来检验。已经居家隔离3天的阴转阳，这个不在社区里面具有传播力量，所以这个个案大家安心。若是新北市的疫苗护照17正式伫校园启用，校友2早起来新北高中视察，比较一般的民众摕小黄卡，强调民众必须爱做2剂疫苗，做满14天，才会当入去校园，来保护学生囡仔的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日受东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宜兰有局部大雨。气象局已经有针对基隆、新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另外，玉山因为水汽饱甜，而且有够寒，早起的时雨甲雪有当济落，目前积雪大约是1公分。接落来，咱来看云图。气象局是表示讲，今日伫北部、东北部天气较湿、较寒，其他的所在是早暗较凉冷。今日的北部、东半部规工不时拢会落雨，中南部是侪云，嘛有局部地渐雨。要提醒乡亲，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今日雨会较粗。那温度的方面，今日各地低温是14度至16度，北部、东北部高温是17度至20度，中部、东部、东南部高温是11度至14度，伫南部高温有16度。拜三、拜四明仔载开始水汽会减少，只剩东半部有地渐雨。若拜五、拜六是转东南风，会回温，毋过水汽较高，天气无稳定，北部、东部拢有地渐雨。继续关心南太平洋东家发生海底火山爆发。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澳洲已经有先去了解灾情，并无发现大规模的死伤，也毋过有一个英国的负责人失踪。若纽西兰嘛有先去了解灾情，因拢会先斗救灾。澳洲的 P8A 侦察机甲纽西兰的 P34 巡逻机咧飞去东家的空隙，因要来观察甲翕相，来评估灾区算长的情形。特别是通讯完全断去的离岛。We are, of course, in contact through our High Commissioner in Nuku'alofa, but communications are very restricted. We are seeking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outside Nuku'alofa itself. 路透社等的外国媒体引用澳洲官方的讲法讲，根据初步的了解，这个火山爆发引起的地动甲海啸，并无伫东家的当地造成严重的伤亡。不过有一个英国的负责人失踪。除了灾情的评估，附近的国家所落来都是准备要斗救灾，还有支援相关的物资。We are, of course, preparing for the C-130 to also depart today in order to make drops of provisions to Tonga, regardless of what the airport situation is looking like. 不过，除了解决物资的需求，东家政府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就是为外国来遮的人员甲物资，新冠病毒可能嘛会对咧入来。东家到目前为止也是零确诊的状态。所以可能的做法，就是入境的物资爱先做隔离，也若遮的外国人员是依期袂当落飞行机的禁令。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各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因为中国向禁止进口咱的往来色卡，目前往来色卡大出销无路，各有2200万栋，市价大约是2亿。行政院即马要求各部会也有国营事业爱开钱斗买斗交关，这是引起国营事业的基层不满，批评政府伤悍，讲这是史上上罕古的农产品采买案。来关心自由时报，原住民新婚法是规定讲，原住民甲汉人通婚，因的囝儿爱有互原住民传统的名，也是对原住民的爸母的姓，才通算原住民。也毋过有民众是质疑讲，这个规定无合理，有违反宪法的纪律。宪法法庭昨昏头摆开庭，3个申请人的律师甲主管机关原民会有激烈的辩论。来关心联合报。台北市政府和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有做伙去经国七海文化园区，伫前总统蒋经国过身30年了后，元港开幕了后，就会开放蒋经国在生进前的七海寓所。园区嘛成立蒋经国的图书馆，是亚洲规模第1个前总统图书馆。
来关心这个月2日大学的学测就准备考试啊。教育部伫昨昏有对外说明防疫措施，会亲像去年同款加强防疫措施，而且规定全程爱挂喙安、磅体温，而且嘛袂使备课。依去年的指考的防疫规格来办理。教育部宣布，照去年大学指考的规格来办理防疫措施，因为大学学测会伫1月2日来举行，不过最近本土疫情佫压起来。安怎把考试场的防疫做好，是受到大家关注。每一个分区学校都准备发烧市场跟备用市场，发现有这种情形的话，就是到这些市场来应试。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这个我们都会跟地方卫生单位进行勾稽，一律到我们另外设的隔离市场。除了挂喙安、管制动线、无开放备课、在中昼等爱用隔板等等的规定以外，考生爱早身份识别证件、甲磅体温。而且考试场都要维持通风、加强消毒。针对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考生，会用另外试场。事务监视人员都必须是施打完2剂，多数考生已经都有施打1剂疫苗哈。那目前在台北跟新北哈都会新增2个备援学校，桃园地区会直接新增4个备援学校。另外新竹目前在安排要新增1个。对应届考生甲家长来讲，对防疫措施也是无法度放心。因为这考生拄好当着108考公实施了后，头一届考试招生的新制，等于是爱承受疫情甲考试招生新制相等的压力。还是不希望像去年指考那样会延期，规范没有问题，是执行的问题。要加强巡查，当然一方面是一考招有太大的变革，所以不确定性实在太大。今年是学测绑分科，其实没有人敢放弃，因为他学测就要考到一定的程度哈。医学院牙医的部分还是不行，那他们还是被逼重考，这个部分我确实没有看到配套措施。针对较近无法度参加学测的考生，教练会会提供翻册、申请甲分发等等补救的措施。不过，家长团体嘛指出，涉及人力控管的医科、气科甲中医，还有输培公费生无包括在内，这有可能会影响部分的学生，呼吁相关单位都要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台北市有公布确诊者的卡价，伫1月13有确诊者捌带囡仔去儿童新乐园佚佗，若东港嘛有5间学校伫遮举办户外教学，目前有834个人扩大采检。若为着要控制疫情，台北市长高文铁是主张讲爱使用预防式护照，伊是认为总共有推动，安尼有8成的民众也是会当去食买鸡。士林科教馆大消毒，因为7楼展览馆出现确诊者来过，要停业3天。其他楼层会伫18恢复营业。受影响的也有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拢是新北的按17967来过。1月13迄天，伊带2个囡仔来台北市佚佗，拄好同一天有5间学校伫儿童新乐园进行户外教学。是有非常多的小学也有在这边做校外教学，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也有做相关的，正在做相关的采检。目前采检人数有5所学校，我们采检834人。那我们已经召开全校的紧急会议，然后并且已经告知用搬来的方式转知全校所有的家长。那目前我们也在等采检以及采检后续的结果。校园高度戒备，赶紧安排检验车入来校园为师生采验，还有一个按17928伫通机场工作，大家坐台北捷运往回台北车站甲明德站，因为疫情搁拖开，市政府鼓励民众完整注疫苗。台北市政府伫南港火车站要加开中型注射站，18开始民众会当利用1922系统来预约。台北市长郭文哲是主张使用疫苗护照，伫台北通的 App 内底用青顶显示已经注2支，红顶表示拢毋捌注过。20要甲中央讨论，若是同意资料改接了后，就会当启用。那如果用小黄卡，你知道吗？我保证你用2个礼拜就搞丢了。如果用这个方法了，80% 人还是可以去参加尾牙。那如果不这样做，很多尾牙就被停掉了，反而对经济的杀伤力更大。我是主张使用疫苗护照。因为过年前后是买鸡甲春酒的旺季，台北市政府强化餐饮业防疫管理，员工爱挂喙安，环境清洁爱确实，爱就是实联制甲顾客用餐管理。宴席中间袂使离道敬酒，业者嘛爱做到提醒的责任。若做无做甲到，经过客餐阁无完成改善，就袂使提供店来食。记者综合报道。
本土疫情对桃园机场传出去，疾管署的有防疫人员16传出确诊，验过甲单也传播感染源。伫尾罗乡连有接到投诉，讲机场的防疫人员防护装备不够，隔离衫一天敢若会使领一束，总共有烫落来就爱穿钢一领起嚟，有可能会造成防疫空芳。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因无做这款要求，讲一天敢若会使领一束，伊会去了解。 加防水的隔离衫挂伫休困的所在要贵用，要防疫的协困人员直接伫航海大厅加隔离衫烫落来，并且用塑胶袋啊缀着，后摆要搁穿。立委罗香玲进前接到投诉，讲机场的防疫协困人员限制一天，敢若会使使用一领防水的隔离衫，已经有现场的人员处在胃着病毒的风险中。有人一天一件还 发夹链袋带回去，这是完全不对的一个差别待遇了。这些病毒如果沾染的话，会不会飘散出来？隔离衣或这相关的这些PPE， 我们不会要求要重复使用了。好，那是不是个别在厂商在管理上面的问题？那我们要去了解。 因为这防疫人员是在现场第一线，所以讲每一个所在部署拢要更加小心细腻。因为指挥中心16公布确诊个案内底，有一人是桃机的防疫人员，而且感染源不明。更加传出有防疫人员反映，防护的装备对于高规格兔宝宝这个装备比降级真多，包覆度不足的防水的隔离衫，并且烦恼可能是防护装备的穿烫训练不确实，而造成去画到的。这些所谓的穿脱训练都是一直在 进行中的哈，那因为单位里面也会有新进人员，那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这个穿脱训练，不只是 TDC 的人员，各种职类的人都应该落实这些训练。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相关人员拢是伫咧工作，需要好好来保护，莫因为职业的关系来到社区造成互相的惊吓，爱各自家己保护好。另外，陈秀熙也讲，包含人甲人在距离的接触、水暖甚至是接触物、气溶胶的传染，拢是即摆 Omicron 真侪种的传染模式。所以讲，医护甲防疫人员，即个第一线现场的工作人员，拢应该爱赶紧来注射第3档的疫苗，而且这注射率一定爱到9成以上。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17早起3个长程的航班，总共检查 175人，有8个人确诊，阳性的比率大约是4.57%。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有一个警察做快筛是验出阳性，台北市的警察局赶紧大消毒，后来加在 PCR 采检是阴性的。面对本土疫情，即马有较紧张，警政署已经要求各地头警察局爱先规划分流办公的方案来应应变化。不过第一线的警察讲，其实因较带的是咧掠啉烧酒赛车的时，会叫民众分这酒测的机器，见摆拢互因心惊惊。 台北市警察局一个警察17身体无爽快，上班进前去检查验出阳性。台北市警察局赶紧来展开清洁消毒，更加建议想要重新启动特殊分流办公。加在经过 PCR 检查结果阴性，不过警官的交接典礼改做线上来举办。对着这个疫情情况，各地警察局是不是拢应该启动异地来办公？疫情的一个需要，我们都尊重地方政府，它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那如果 疫情会有在升高，我们也会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来实施相关的异地办公。即摆虚假一场，台北市警察局原定的分流计划也取消。不过警察平常时困无真无闲，亲像此地啉酒开车，拢可能甲民众面对面来接触。特群的坚守岗位随着疫情情况，对着感染的风险，警察也讲，无论是执行此地业务交通违规等，出勤时难免是烦恼。 多多少少都会有担心，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包括驾驶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蛇行或是有忽快忽慢，那以及透过外表的特征来判断是不是有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 较莫甲水烟摕落来，偏车内酒气，防疫爱小心，搁再小心。带一摆性的手套来实施这个酒测，降低水暖风险。莫用接触来喷水，也用直接现杀。即摆就民众结束酒测，机器就消毒，更加引进红外线机器，加强清洁。为何伫安尼同时，防疫嘛爱顾？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5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885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90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700万例，
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3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即马超过1500万例，伫法国嘛已经超过1400万例。Omicron 变种病毒菌甲预防社即马当地研发，做莫德纳预防社公司就表示讲，上近3月份，在对抗 Omicron 专用的预防社就会当公布临床试验的数字，而且因即马嘛当地研发流感、参新型冠状病毒合作会的预防社，要拼明年的秋天上市。对抗疫情，除了防疫措施，也怪可优化。传播性正强的 Omicron 侵袭全世界，莫德纳正伫咧开发针对 Omicron 嘅专业嘅疫苗，要开始临床试验。That vaccine is being finished to be made. It should be in the clinic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we're hoping in the March timeframe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data to share with regulators. 莫德纳也正伫咧开发一种自己嘅疫苗，会当同时对抗新冠病毒甲季节性流感。若顺利，上近2023年秋天上市，一寡国家会当先注掉。We're working on the RSV vaccine, and our goal is to be able to have a single annual booster so that we don't have compliance issues where people don't want to get 2 to 3 shots a winter. 这是伫咧2022世界经济论坛时程会议的时阵所讲到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未来。莫德纳不认为甲疫苗优先供应国较好些的国家受到严厉批评。班塞尔今年说讲，自加强针了的几个月，防护力可能会降低，今年秋天可能要做到第4针。不过专家质疑这种必要性，包括是不是应该，也佫有要安怎广泛的强劲加强针。美国公卫专家佛奇讲，目前无证据显示加注加强针会破坏免疫系统。伊认为，大家目标应该是研发出一种加强针，会当引发出对多种针材变异毒株的反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真侪国家即阵拢咧做第3档加强针，毋过以色列伫顶个月因已经咧做第4档。因是哪组哪咧做研究，17日是有公布一份研究的成果，讲做甲第4档，毋过预防为着 Omicron 嘛是无够力，毋过有做也是较好的，因为较真正的隔离时间会当对7天缩短变5天，若是快筛是阴性的，因就要解除隔离。为高风险族群做第4期新冠预防社，以色列伫咧顶个月领先全世界做第2期加强针。不过17公布一份报告显示，做第4针虽然会当提悬抗体的水准，不过也是无法度预防 Omicron。 We know by now that the level of antibodies needed to protect and not to get infected from Omicron is probably too high for the vaccine, even if it's a good vaccine, to get over this. 不过专家也是认为，替高风险族群做第4针也是有一寡好处，但是已经做过4期预防社的财政部长李伯曼宣布伊体检是阳性，目前是居家办公。Omicron 变异株伫以色列造成真侪确诊的患者，就要隔离，造成经济负担。以色列10月才将隔离的时间缩短到7天，总理班奈特即马阁宣布，自19开始，确诊患者隔离的时间自7天，阁再缩短到5天就好。מדינת ישראל עומדת עכשיו בפני שיא תחלואת גל האומיקרון. לכן אנחנו רואים הרבה מאומתים והרבה מבודדים. הדבר הזה יוצר עומס כבד על המשק. לכן קיבלתי החלטה יחד עם שר הבריאות ומערכת הבריאות ומומחים לקצר את ימי הבידוד מ7 ימי בידוד ל5 ימי בידוד. 不过班奈特也讲，要解除隔离就要先快筛阴性才会使。伊认为新的规定会让以色列维护公众健康的时阵，也兼顾到经济。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Omicron 9月阁高传，即马全世界确定病例日头增加，而且阁有足侪囡仔是确诊。亲像美国的儿童病院诊所，即马已经无法度消透这个细汉患者。若伫中东的卡达，嘛传出有一个才出世才3礼拜的红婴仔胃病死亡。半岛电视台引用卡达卫生部声明指出，近来一个3礼拜大的囡仔，为着 COVID-19 了后不幸来过身，而且这个囡仔无其他，已经知影医疗也是遗传的疾病。这是卡达爆发疫情以来第2层囡仔为着过身的病例。Omicron 侵袭全球，各国确诊病例大大增加，连囡仔为着人数也称悬。美国医护人员已经注意到，全美的囡仔确诊数是明显来大大增加。有5岁以下囡仔依然无符合疫苗注射资格，有较悬去为着风险。尽管囡仔症状普遍较轻，不过确诊人数伤多，各大儿童病院甲诊所囡仔病人依然是不断。
This Omicron wave has really been, we have matched our worst Delta wave with hospitalizations, and then even more than that are clinic visits for what might be considered mild cases, but it's overwhelming clinics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with just the number of kids coming in with fevers and real sore throats, and it's just a large volume of visits. 另外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进前甲总统拜登要求大企业员工来注射新冠疫苗，也是接受检查命令甲动来。这互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莫斯感觉真失望。It was a setback for public health because what these requirements ultimately are helpful for is not just protecting the community at large, but making our workplaces safer for workers as well as for customers. So the good news, though, is that there is nothing that stops workplaces from voluntarily putting these requirements in place. 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强制餐厅、电影院、健身房才室内公共场所，12岁以上民众必须至少注射1档疫苗才使入去。路透社是引用美国苹果公司内部的批指出，日日开始，零售店店员甲职员拢必须爱提供有资加强者证明，若无必须爱检测是阴性，才可以去上班。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非洲国家肯亚一寡时代寡妇互挑工恶意指控讲因做球用武术，而且专防暴力对待，动用私刑互小事。人权团体就讲，过去2冬，这款案例大约有150例。这间真正互人放火烧的厝已经烧甲乌草大变形。原本住伫内边的一位老妇人，去年10月被指控用武术和村内人当私刑小事。They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homes and burnt, accused of being witches. 伫肯亚常常发生被逮捕了小事，而且对象拢是年纪正大寡妇。伫过去2年，差不多150个人被逮捕了小事，这种情形也阁继续伫咧发生。人权团体来关心的这个地区，目前就6个人被指控使用武术，面临着暴力的威胁，担心受惊。受害者讲，因被指控甲传统的信仰并无关系，是有人伫咧肖想因的土地。It's just disputes over there, not witchcraft. It's only about land disputes. 人权团体讲，当地传统的观念认为，寡妇无配继承翁婿所拿来土地。暴力者用这种观念，搁再利用社区对武术的恐惧，用暴力方法取得因的利益。What we realised is that the village elders were also there. That's what's shocking. Our government, people who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you can see others there watching, the women getting burnt. 相关团体要求肯亚政府修改法律，保障时大人无受暴力威胁的权利。当地官员讲会加强查缉，也做特别工作小组调查，希望减少这种滥武的情形。公视新闻齐焕玲编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的官方媒体即嘛是证实讲，北韩伫昨昏阁试射飞弹，是对准日本海的一粒岛。这摆试射是咧确认讲武器敢会精准度敢不够，这是北韩自今年以来第4摆试射。来关心阿富汗，阿富汗的官员讲，阿富汗西部今仔日发生规模5.3的大地震，上无已经造成26个人过身，也有几百栋厝倒去。来关心北京的冬季奥运。北京这主办单位伫昨暗时表示讲，因为疫情的滚价，为着避免疫情摊开，即嘛决定要改变卖票看比赛这个政策，就按算是无买白冬季奥运的门票啊，干来邀请特定的观众入场去看比赛。镜头搁转来，咱过来关心日本媒体，即马是报讲，咱台湾有可能伫3月份之前会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国民党是呛声讲，中共政府有影真正要开放，因无排除要发动抗争，也是阻碍议事来表示反对。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敢是要开放进口，引起大家的议论。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可能伫3月份之前会开放了后，国民党立委洪明凯以内地公投过关的结果来推测，政府可能无偌久就会开放日本福岛的食品，也个预告时间点真有可能伫新疆进行。如果说照现在民进党政府的规划跟想法的话，确实农历年前有可能是他们
发布重大政策的一个时机，而且这也刚好是在311之前。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集人费鸿泰强调讲，那样的态度就是坚持2018年公投的结果。民进党政府若是坚持要改进，国民党政府无摆渡任何控制甲技术的运用。不过，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是呼吁，唔通讨债国家的资源。真的，请国民党不要再浪费国家资源了哈！不要忘了12月18号4个公投，浪费了那么多人民的一些精力跟内耗。日本福岛食品若是开放进口，要安怎确实来把关食品的安全，是真做第一要紧的代志。不过，甲来去多巴胺的检测无共款，各地卫生局有会当做辐射检测的设备，目前敢若新北、台中甲高雄开放福岛食品的管理，嘛真做真大挑战。在检验有全国检验联合分工，边境检验是一个重点的关键。那市场抽验的部分，事实上卫生局还是会持续进行。台中市在106年即购入食品伽马射线增减计数器，有能力进行碘131、铯134及137等3种放射性核种子检测。针对日本福岛食品改进的议题，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讲，人民的健康甲食品的安全是上重要的，袂当交换，嘛袂当做买卖。也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希望中央会当尽量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长沙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怀等7个人，防指控涉嫌摕中国的资金请人食饭、赞助火轮机票。在2020年咱在总统大选的时，替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救票。法院伫1审是判林怀3年10个月有期徒刑，另外还有4个人是互判1年8个月有期徒刑，也还有2个人无罪。若专案也会当上诉。参会顶真高讲笑，中沙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怀，互人指控2020年总统大选前，涉嫌以中国资金请台商台省，搁赞助机票钱的方式，有关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选情，检方照选举罢免法起诉，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一审判处3年10个月刑期，剔决公款4年。他确实有提供给有投票权的人1500块人民币的机票补助。林怀的部分是判处有期徒刑3年10月。涉嫌贿选的也有中华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辛斌等4人，合议庭认定被告协助林怀将机票补助消息发到台商回乡组的微信内底，所以有乌西的犯意，判刑1年8个月，剔决公款2年，也会当上诉。那个活动我也没去参加，我不认识林怀，我也没去。是，我怎么会有罪呢？判我无罪，那只算司法还还了我一点清白了。专案甲中华妇联会理事长胡建华，甲中沙大会副会长董建华，因为证据无够，被判无罪。因为中沙大协当年拢会举办买艺甲抽奖，所以合议庭认定参会部分无法度认定有乌西对价关系。韩国瑜办公室是回应无清楚参会活动，无法度评论判决结果，并质疑司法用这种方式抹红韩国瑜已经造成侮辱甲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的本土疫情有较紧张，即马有真侪公司已经量早咧做安排，像是一寡金融业、一大银行、电信业，嘛拢已经宣布讲，家人双北甲桃园北部的员工办公室，这办公室的员工是该踮厝内上班。若台积电昨昏嘛宣布讲，毋是公司内底人就袂使入去厂区内底，而且嘛要启动分组营运模式，而且有一寡公司已经取消伫桃园厂的买价，嘛规定讲桃园厂这员工袂使走去别位。旧历年活路，袂少人爱换新钱，也毋过新冠疫情为通电区开始断开，搁因为中立联邦银行传播链事件，国内袂少金融业宣布提早实施伫厝上班，包括中信金、国泰金、富邦金、玉山金等。北台湾的员工实施踮厝上班，另外华南金、第一金也开始各部门上班时间小闪开，分流上班。毕竟下礼拜一有换新钞，那金融业者有没有办法延续到这个1月28号以前多分流上班？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持续观察。国内3大电信业也同款，其中台湾大哥大大声宣布，双北、基隆、桃园、新竹地区办公室的员工改做居家上班，除非有其他业务需求，才会当入来办公室。搁禁止员工跨栋接触，远传电信也宣布员工会当申请居家上班。中华电信是讲1月7已经内部公告，桃园新北永和区上班分层分流，也当申请踮厝办公。桃园地区和新北莺歌，他们基本上他们可以申请那个居家上班。电子业广大营业达也甲鸿海子公司、宏标台达电这公司，
同厂区宣布分流上班，各禁止跨厂区移动，禁止外来人客。另外，台积电也17宣布严格防疫管制，宣布全面暂停外宾入场，启动分组营运模式。当然希望不要，对啊，很麻烦，因为远距工作的话，就是那个远端连线，那个眼睛蛮吃力的。对可能爱个店厝办公部分电子业的员工表达无奈，不过电子业疫情持续传开，人保平顶厂有2个员工捌去西体用餐感染到，人保科的相关接触者17个验出1个确诊，目前工厂全面停工。人保16暗发布消息，针对7百至15工厂相关人员进行全员快筛，另外也强调会针对4颗咧进行全部的大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铁，有一台从北行海线的区间车，在经过堆分火车头的时，去弄到临时月台，造成列车海去。台铁是赶紧透明派人甲钢条搭起来的临时月台切掉20公分。虽讲这件事故无造成伤亡，不过台铁讲会追究责任。列车排长去正边擦落一地真大地，也有一寡切掉分裂，下骹的机件也受损。台铁的区间车16发生列车敢若去弄到月台以外，台铁赶紧来做检查，加载只有小可损害情形。公务的那个可能路线跟月台的净空不足，早上清晨它已经调整好了。16早起11点外，对中华北上的25里北厝的区间车，第3停靠台中对分站的时阵，后座的车厢正边的车头直接去弄到临时所起的钢铁构造的月台。所调查初步认定，敢若是铁轨路甲车身的健康不足。那加长的部分的话，就因为我们新车型它的月台的长度要必须配合，让它能够完全的停靠。上下行的都会加长加高。台铁表示，这阵对分站正在进行地下道的施工，为着引领新的900型的区间车，也甲原有月台延伸加加悬。钢铁构造的月台，去年8月经过台中甲牡丹检查合格，才来启用，意外原因也来调查。另外，铁轨路专家是表示，台铁外包商的施工品质要加强。那个施作已经好几个月了。那每天那么多列车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就只有今天出来。我是觉得是包商，他可能有些施作可能没有很谨慎。专家表示，施工的范围可能伤挖近铁轨路，才造成这个健康不足。台铁表示，若是确认原因，会追究相关人员甲包商的责任，也会定期来检查，确保这个临时月台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镜头来南投玻璃电工所伫顶一日是举办板菜头活动，有学校带学生囡仔去体验，要落实食农教育。一大群囡仔居伫田林，看起来有够认真。原来因是咧烤菜头，看到家己烤起来菜头个水个大条，囡仔拢有够欢喜。拔萝卜好不好玩？好玩。你拔了几颗？3颗。这回南投玻璃电工所和农民合作办烤菜头的活动，除了让囡仔亲身落田体验，更较重要的是要让囡仔知影饭桌顶的菜是安怎来的。了解农民的辛苦，珍惜每一喙食食。我们有些小朋友啊，他们根本都还不知道说，萝卜到底长在哪里？我们希望说让小孩子认识到说，萝卜其实不是长在树上，它是长在土地上。连接这个菜头粿之外，真济这个食物的这个食材萝卜是一个足重要的会当透过这个时有小朋友来这体验。现场除了有烤菜头的活动，嘛有教囡仔安怎做菜头粿。伫咧现场食到香公公的菜头粿和菜头汤，各会当甲家己烤的菜头炸转去厝，有食有掠，囡仔拢算甲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屏东科技大学有设立咱台湾头一间社区林业中心，甲搭已经成立4档路。最近是发表成果，有发表5本技术手册、冒翕影片，小解因是安怎建立下关切合作来推动社区林业的发展。屏东科技大学伫4档外进前设立全台湾头一座社区林业中心，办真侪课程和活动，透过生态保育和自然资源的经营，来创新社区营造，提升在地竞争。即卖也已经看到成果。我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让社区林业中心连结各地网络的伙伴，去推动社区林业。社区林业中心主要是利用林业经济，
结合社区营造，推动地方创新。4档以来串联下关市的6个社区合作，做定协助在地推广、行销和生态各文化的保存。除了在我们屏科大这个地方的基地之外呢，我们也在全台湾各地选了6个社区来成立我们的伙伴的网络。我们的中心呢，事实上呢，就是呢，把我们学校在林业还有在生态保育，另外呢，在林下经济呢所获得的心得，然后呢传授给我们的地区的社区。屏科大校长表示，因研发农业科技嘛，同齐注重实践，甲地方产业的结合，希望甲知识转化做实际的力量。这摆社区林业中心发表5本技术手册，还有制作影片，或是要经营在地社区参考，则会推动社区林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立法院修改宪法委员会伫昨昏有举办第2场公听会，动保团体有专讲到立法院门口口，要求立委爱甲保护动物列入去宪法内底。打扮做动物的模样，做定位立法院均天流出发，游行到立法院大门口。动物保护团体17召开记者会，传达动物保护列入宪法的诉求。学者表示，动物保护法层级较低，甲其他权益有冲突的时阵，常常拢较弱势。所以现在呢，我们所有的动物保护都是用动保法跟野保法，但民法里面呢，我们动物是属于物，并不是生命哈。那么因为没有最上位的那个动物保护路线作为基础啊。因此，我们很多的动物福利都没有办法被兼顾到。我们目前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猪的问题。神猪本身它祭拜本身不是问题，用全猪来祭拜也不是问题，但是神猪后来演变成你必须要把它养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灌食，让它不能行动。以前的时阵拄着，拢已经爱体谅，伊文化馆拢会较悬，信用馆拢会较悬。啊，今日来讲动物保护嘛，使伫宪法这个时阵，就无一定讲你因为你要拜拜，所以你较大，因为你要文化你较大，无一定。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3党派立委嘛，分别到场表达支持的立场，但是国民两党是互相批评对方无配合。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其实目前都还在声声呼唤国民党回来修宪。不会最多数的执政党民进党。就连民进党的朋友在刚刚的一个发言里面，还讲到说是在野党的责任。动保团体批评，这届有75个修宪提案，7成是政治改革，3成是民生相关。动保日现相关提案总共8案，却无得到详细的讨论。嘛呼吁各政党团爱有动作，若无得到正面的回应，未来无排除有更大型的行动。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设伫台南的台湾文学国家园区推动委员会的办公室伫昨昏揭牌，文化部官员嘛有到位，未来这个园区要为咱台湾文学来打拼。台湾文学国家园区推动委员会正式揭牌，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周良德欢喜比如讲，妈妈总算有心啊！台南市政府嘛规划出一个场地。未来台湾文学国家园区的这个预定空间，就选伫总衙艺文中心对面的大屯会仓库。未来这可望成为推展文学的所在。这个仓库土地超过7公顷，周良德表示，过去因这代惯是用手写，真侪手稿作品的保存，拢互大家偷听。未来园区若建立，毋但互这个文物有安心之处，嘛通互民众有一个行打的所在，认捌台湾文学。这已经也老啊。即马若过身了后，这子孙就甲好好掉，摕去寸金卖掉。这吼，对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爱册的人哦，这是真疼心的代志。有一个所在通好囥，安尼的时阵大家拢真愿意。怎么样把台湾文学的保存、推广，甚至延续？这件事情是文化部会跟台湾文学馆一起来努力。那至于说要不要用一个园区的方式来彰显我们台湾文学，这个事情就是看大家一起来讨论。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即马初步规划推动委员会成立了后，就会马上开始讨论。周良德认为，无论安怎，已经是行出一大步。台南除了台积电，嘛期待台湾文学正做另外一支实果。记者林阿文李玉凯
台南报道。荷兰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封城一过日，真侪民众不满爱休困，袂使出门，会使性地会感觉压杂，所以就有人会去这合法的喊车店来大力讲，来讨放伊的情绪。心理学家是表示讲，这个方法对讨放压力真有效。克里格这对上司啊，摕大钢槌啊，对这台已经废弃的车一直讲，安尼生抑阁无够气。窗仔门讲破了，抑阁摕家私甲规台车拆甲哩哩落落。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荷兰最近阁封城。There's nothing to do these days because everything's closed. We can't work because we own a bar and we're closed. So we thought we'd let some of that frustration go and smash up a car. 这间伫咧阿姆斯特丹附近交过的站车店，最近生意袂歹。业者讲，因除了传喷漆、钢槌啊，抑阁教人家安怎甲心内不满消透出来。The minute they start whacking the car, we ask them to close their eyes, really feel put their feet on the floor, feel the power, and really from every vein in your body, feel what you're doing, and from that way, trying to get rid of it out of your life. 因为这个查某囡仔是来海边啊，得着办化学课程的老师，伫咧海边啊，正大声的嬉戏叫。Why at the sea? Because it's like huge. It's like a great space, and you don't hear your own voice. You can just scream, and nobody hears you. You think 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nobody hears you, so you don't have to feel ashamed. 伊讲会当唔免顾别人的看法，伫咧海边啊大声喊，可以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心理学家讲，伫即马4月拢受限制封城期间，民众确实有需要消透心中的压力。就安尼开车去海边啊大声喊，或者是甲买伫报废的车讲啊咪咪毛毛，拢是袂歹的方法。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辑。去年伫外国有真侪大公司是推出太空旅游，即马伊嘛咧研究要伫外太空生产制造产品的方法。片啊短短翘翘的，着望这号太空飞机外形看起来敢若是太空梭甲飞机的混合体，由火箭堵塞，会当载人甲货物来回地球甲太空，而且会当用几多遍。比如讲19年已经摕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量产的许可。Companies like Sierra Space and obviously SpaceX and many others are starting to come forward to develop rocket ship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do business in space. 2021年有真侪太空探索的行动 ，NASA 开始筹备未来的月球加火箭的任务。12月选出4女6男10位新的候补太空人。伫同一个时间，日本的火野人前泽友作家己开钱去哩国际太空站，记录伊12天的太空生活，传去哩 YouTube 互大家看。10月时阵，俄罗斯导演甲吕明基抢着头香去国际太空站拍电影。另外，三大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蓝色起源甲 SpaceX 也分别甲头家布兰森也个贝佐斯经典的影集《星际迷航记》内面演科克船长的男明星威廉沙特纳送去哩太空。And these things are cool,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re saving our euros and dollars and so forth for a holiday in space. 伫这么商业太空时代来临，企业所想的是上太空发大财。虽然抑有正大的风险，不过有机会当赚大钱，就互航太工业摕到正侪资金，技术会当进步，成本会当降低，效率也会当提升。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0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
谢向天收看，众心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